大家好啊，我係鄭醫師，歡迎嚟到我哋嘅中醫藥世界啦。我哋呢個頻道就會介紹唔同嘅中藥功效、藥膳、食療及副作用等等。訂閱咗我哋咧，就可以最快知道所有中藥嘅功效啦。另外講解中藥之前，賣少少廣告啊。咁如果喺香港準備想裝修又唔想爛尾或者中伏咧，可以揾 Easy House 噶。佢哋過往完成超過4000個裝修，可以去佢哋網站睇睇，案例拍晒片、拍晒 VR。我屋企咧都係經佢哋完成噶，資料欄放咗佢哋嘅連結。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味婦科同骨科常用嘅中藥材桑寄生。好多長期腰骨痠痛或者懷孕時胎動不穩嘅人都會用桑寄生煲湯調理，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佢可以補腰，對完整藥性、適合體質同禁忌認識不足。今日順序講解桑寄生品種來源、性味歸經、功效主治，分享4款家常藥膳食療，最後簡述副作用同唔適合食用嘅人群。首先講桑寄生嘅品種來源。桑寄生屬於桑寄生科植物，桑寄生嘅乾燥帶葉莖枝，學名 Taxalis chinensis DC，Dancer 民間亦稱港寄生、桃寄生。呢種植物屬於寄生灌木，需要依附桑樹、桃樹、榕樹等樹木生長。其中以寄生喺老桑樹身上嘅品質最佳，藥效最足。桑寄生主要產自我國廣東、廣西、福建、雲南等地。華南地區栽種桑樹範圍廣，係道地藥材主產區，全年都可以採收。最佳採摘時機係冬季，剪下大葉枝條，除去粗梗同雜質，切斷曬乾，就能入藥同入膳。藥材外表呈灰褐色，枝條有細小縱紋，葉片革質，係分辨正品桑寄生嘅特指。桑寄生藥用歷史悠久，《神農本草經》將其列為上品，記載可以治腰痛、婦人崩中、安胎。後世《本草綱目》補充，桑寄生專入肝腎，能養血強筋骨，無論老人筋骨退化，或是婦人妊娠虛弱，都適合使用。接落嚟講桑寄生嘅性味歸經。桑寄生味苦、甘，性平，歸肝、腎、二經。苦味能夠去風濕、通經絡，甘味可以補益氣血、滋養肝腎，藥性平穩，不寒不燥，長期溫和調理，亦不易損傷臟腑。中醫講肝主筋，腎主骨，佢同時歸兩經，代表可以同步修護筋骨，改善肝腎不足引發嘅各類不適。桑寄生有3大核心功效，分別係祛風濕、補肝腎、強筋骨、安胎元。第一，祛風濕，針對風濕痹痛、關節屈伸不利、四肢麻木，尤其長年濕氣引發嘅腰背痛，桑寄生可以疏通經絡，驅散體內濕邪。第二，補肝腎、強筋骨，肝腎虧虛會令筋骨失養，出現腰膝酸軟、行走無力、中老年骨質退化。桑寄生滋補肝腎本源，從根源舒緩筋骨酸痛。第三，安胎養血。沖任二脈虛弱會造成妊娠漏血、胎動不安。桑寄生補益血氣、固護胎元，係婦科安胎常用藥。除此之外，桑寄生還能調理血虛引起嘅頭暈目眩。臨床主治範圍包含風濕痹痛、腰膝酸軟、筋骨無力、頭暈目眩、妊娠漏血、胎動不安。現代藥理顯示，桑寄生有輔助調控血壓、保護心血管嘅作用。配伍方面，治風濕腰痛常配杜仲、牛膝；安胎多配阿膠、白術；血虛頭暈搭配當歸、枸杞。下面分享4款簡單易做嘅桑寄生藥膳食療，日常屋企可以經常烹煮。第一款桑寄生杜仲補腰湯。材料：桑寄生15克、杜仲12克、豬尾骨300克、生薑3片、豬骨切塊，飛水去血末。所有材料放入砂鍋，加水大火滾開，轉小火煲1個半鐘，加少許鹽調味。呢款湯專治肝腎不足引發嘅腰酸背痛、久坐、筋骨僵硬，適合上班族同長者飲用。第二款桑寄生紅棗安胎茶。材料：桑寄生10克、紅棗4顆、枸杞6克、紅棗去核。全部材料放入茶壺，沸水焗15分鐘即可飲用，適合體虛血弱、
懷孕中期容易頭暈、輕微胎動不穩嘅婦女，日常溫和補氣養血。第3款桑寄生瘦肉去濕湯，材料桑寄生12克、茯苓15克、瘦肉200克、陳皮3克、瘦肉飛水，全部食材入燉盅，隔水燉90分鐘。功效去風濕、健脾補血。潮濕季節，四肢沉重、關節隱痛嘅人適合飲用。第4款桑寄生杞子養生粥，材料桑寄生8克、枸杞10克、大米100克、冰糖少量。桑寄生加水煎煮25分鐘，隔渣取藥汁，藥汁落米煮成綿粥，最後落冰糖調味，適合血虛頭暈、視物乾澀、體質虛弱、難吸收補品嘅人士。最後講副作用同禁忌人群。桑寄生藥性平緩，常規用量下幾乎唔會出現不適，少數人一次性大量服用會輕微腹脹、胃口下降，停服1日就能自行恢復。唔適合食用嘅人群分4類：第一，外感風寒、感冒發熱、未痊癒者，補益藥材容易閉留病邪，延長恢復時間；第二，體內實熱濕盛、舌苔口膩、口苦人士，滋補特性會加重體內滯濕；第三，無肝腎虧虛、體質強壯年輕人，唔建議長期當保健茶飲用；第四，對桑寄生過敏者禁止食用。總結嚟講，桑寄生係兼具去濕同滋補雙重作用嘅藥材，筋骨不適同孕期虛弱都可以對症使用，但始終屬於補益類藥材，必須根據自身體質適量食用，唔好盲目長期大量進補。希望今日嘅分享令大家掌握桑寄生正確用法，多謝大家收看。